有啲人已經準備好改變，但係卻一直冇真正能夠行入去嘅入口。有啲人知道自己卡住，卻唔知道從邊度開始。如果你嘅人生裏面有啲反覆出現嘅困境，人際關係、情緒問題、選擇困難、模式模糊，咁樣你通常會對呢堂課程好有感受。命運閉環覺醒日就係咁樣嘅一個入口，佢唔係聽道理，而係幫你睇見自己嘅模式，唔係改變別人，而係理解自己。好多人人生嘅轉折點唔係從更努力開始，而係從真正睇見開始。當你睇見自己嘅循環，人生就有咗新嘅方向。課程喺3月29號，目前名額即將額滿。如果你準備好睇見自己嘅循環，歡迎你嚟。呢一次也許就係你進入新階段嘅時機。我哋課堂上見。